分享述看客家苗路考研每日一项年新闻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輝2月27號晏午來到屏東市出席客家親子劇電怪屏東場嘅表演。顧主委表示，電怪用發拍神奇嘅戲劇形式，本身人呢同家長發現客家文化，抵看表演嘅時節，未做得自然嘅學習客話。電怪以客話為主，老格話語，透過奇幻故事，講一個綠皮巷嘅掛族同海洋人族向前通用嘅歷程，採用客家人今天社會最重視人嘅核心精神。客委會同紫風茶劇團亦有歷來合作推動客話當今同多元文化展演。客委會表示，戲劇係新人嘅認識語言同文化最適宜韓國最有感染力嘅方式，透過親子聽下來看，實質客話啲小上地輩本人聽到用到。未來會繼續同地方政府合作，結合語文展演同教育推廣，本客家文化啲無同樣嘅城市當今大體，深化世代傳承。以上係客家苗路考研嘅報道。接下來會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是神奇，神奇，也隨戲劇當神奇，也隨戲劇當神奇，唔好會忙啊，下禮拜爭來了。